欢迎大家来到木里藏族自治县。那么现在我所在的地点呢，就是我们的木里生态旅游区香格里拉湖。这里呢，山环绕着水，水倒映着山，形成了一种山中有水，水中有山的一个奇特景观。这里呢，夏季会开满山的杜鹃花，冬季呢会出现一幅犹如梦境般的雪景。来到木里香格里拉湖呢，我们会为我们的民宿停留。那么我们这边的民宿呢，也是特别吸引人的。接下来呢，我就带大家去参观一下。现在我带大家来的呢，是我们的一个景观房。这里呢是我们的一个四方会谈，大家呢可以带上你的3两好友来这里聊聊天、喝喝茶。这边来参观一下。那么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休息区，这边呢有一个2米宽的大床，非常柔软舒适。来到香格里拉湖呢，大家不用有所顾忌，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地暖和那个氧气机。继续朝这边看，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小庭院，在下午呢，大家可以来这里喝茶聊天，然后呢可以打打牌之类的，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。最后呢，给大家带来一个惊喜。我给大家说的惊喜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露天浴缸。到了晚上的时候呢，拉开这个遮光帘，大家可以一边泡澡一边看星星。刚刚呢，带大家观看了我们的景观房。那么除了这个景观房呢，我们还有2种房型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藏式家庭旅馆，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精品房。那么这2个房间呢，就等大家来一一揭晓。那这些呢，明年呢，我们还会有各种不同风格类型的房型呢，供大家挑选。大家往这边看，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星空帐篷房，上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露营地。继续往这边看，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高级太空舱。说了这么多，大家有没有被吸引到呢？欢迎大家来这边游玩，我在香格里拉湖等你。2021年呢，我们会有更多的一个吃喝玩乐的一个项目，其中包括了一个26人的一个豪包、KTV、棋牌、酒吧、餐厅、体验工坊、产品展销、文创沙龙，还有一个文化广场。